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8岁查囡仔囝梁振大尾，为14楼悬栽落来，竟然是无啥险害着。新北市邦桥这个8岁阿妹啊，到社区大楼的上尾仔楼去佚佗骑铁马，因为风伤透，哐一个，把门吹一个关起来锁起来。阿妹啊，一个紧张，想要爬壁落楼怎栽落，实在想袂到，为14楼悬栽落来的阿妹啊，竟然爬起来，家己惊转去大厅，坐电梯转去。讲真有可能就是这个阳台的热护病甲花布，互这个栽落来的冲力有抽屉，才互阿妹啊来捡回一条命。救他，对，绑了救他嘛。警卫再三咧确认讲绝对无入唔着人，头毛小可乱这个查某囡仔表情有淡薄紧张，因为1分钟前伊位社区14楼顶悬摔落来。我在家里，他在楼上，他就顶楼。那他说门关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楼上的门关起来。这个8岁查某囡仔昨下晡下课了，家己到14楼的楼尾顶骑脚踏车，想要到一阵风吹来，铁门关起来，伊想讲要爬过这个绳蝶，爬到要倒，才为13楼的窗门爬转去，想要到大无在阵咧摔到2楼，伊霎时佫弹到1楼花圃，为14楼摔落来，佫会使人好好坐电梯转去，真正互因这着惊。就是现在在开刀，有一点生命危险。一日转到厝，话讲胸腔会痛气激条的，身躯嘛真侪外伤，即马伫咧病院治疗。不过为遮悬的所在摔落去，第一时间搁法度家己行路坐电梯转去，真正命是有够乱。医生讲，这好好伫咧病院检查兼治疗。